屏东潮州的明兴国掌中剧团是下港出名的家族布袋戏团。1957年由阿明师、苏明顺创团，到今团成3代人，是台湾少数还阁保留着北管乐队演奏的戏班，包括戏红仔衫、戏红仔剧、戏红仔调曲、甲灯光布景，以及前场后场的摄头，拢是家族的成员家己来。2008年，组团苏家班掌中乐坊来成立。明兴国嘛，伫2014年，互文化部订立为屏东县无形文化资产保存团队，向俄罗斯潮州的国宝。剧团的成员共同担起着布袋戏表演艺术的使命甲重任。明兴国这60多年来，坚持以精通高明的掌中技艺，传承台湾布袋戏的文化价值甲生命力。咱就来去屏东的潮州来看明兴国苏家班的故事。说实在的，从胎教就是布袋戏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你介绍人办个比你较好，上好就家族剧团啦。阿公甲我讲一句话：1日3年，3日9人成功。布袋是万代深刻，人咧讲的活甲老，食甲老，活甲老的。我的师傅是阮爸爸、阮叔叔、阮阿公，我的使命就是把扛棒接下来，努力把它演好。大家若想要了解苏家班的故事，请收看《华视新闻》杂志。舞台顶一场神恶斗争，有关生死的武林对决，小台声音起起落落。我心的文翻红江。这首60多年历史的潮州明兴国掌中剧团，时隔30多年后重回到故地，搁一摆演出经典的剧码。唔免拍，佢在几两个时辰，你就会无性命咯。担任真场主演的是明兴国现任团长第2代的苏俊雄。细汉的时候，阮爸爸妈妈做戏，阮妈妈怀孕嘛是还阁出去做戏，还阁当助手斗掠红啊。啊，一间刀遐大间啊，5、6个月嘛是还阁伫遐咧掠红啊。哦，会使讲胎教开始有布袋戏啊。高中毕业拄在欠人，我着久啊，着拢加减袂做下手斗掠红啊。打戏白拢会啊！伫剧团大汉和布袋戏有正深的情分，苏俊雄老爸年青阿明师第1代团长苏明顺，少年时拜师学艺，伫咧1957年创立剧团，一步一步拍下苏家班台湾掌中戏的一片江山。14个屏东一间胜利戏剧场，算我的师傅就跳，伊伫遐咧做戏，我会看较袂晓，布袋足好。靠迄笑亏有诶，四柱千金不达教主一个啦。白纸白泡泡，写字乱难过，读册真艰苦，做官好佚佗。连我毋是别人，我姓食，食得利，阮爸爸有做食清气。安尼就食了了啊，较晓搁再有钱通好食，有啊。阮囝有做食富贵。成为即马台湾唯一的掌中戏家族剧团，为前场人红仔口碑，后场北港乐曲演奏，包括调曲插红仔、服装、道具，全部拢是家己的成员包办。在北的功夫基地，和苏家班的名声愈来愈响。上好就家族剧团啦，啊，最主要就是家己的拢会靠上。你若较无认真，就甲你骂。啊，册啊读了无介好，就从啊读补校，或读高职。啊，日时啊到自然课，暗时等下上课。慢慢的调台到，阮哥讲你爱咧学咧，我学啥？讲靠背，这应该大囝爱做的责任。拍一个江山吼，一个知名度伫咱屏东遮嘛袂歹。安尼
都无人传啊，就定来用着，甲我讲啊，袂用啊，好啊好，无我来做。世上文章不值钱，切可度日如度年。哦，啊伊若英雄，在家日日安出外，迢迢难，滚大南山明好卡塔，不可高粱。竟然不听言，那呢功大尽先不旁我，就点出九王联会，再度九联会。我小时候的玩具就是布袋戏啊，我做囡仔我就是干那爱布袋戏，玩具我拢无。做迄囡仔，其实人要讲要倒佚佗，我拢无想咧，足奇怪，我就是要做。其实学到尾来就是万代深坑，阿公甲我讲一句话：1日3练，3日9练，9练成功。就是不断的练习，不断的练习，不断的练习而已。阮阿公在讲，定来要请师傅哦，啊饲啊侪囝，要钱要用赚，不如家己赚。哦，叫阮3节咧学刻红啊，4节啊，甲3节啊，共阮爸拢咧学后场，啊，管咧落啊鼓吹者，安尼咱唔免留钱互别人赚。阮阿公做中心点就咧考，无人敢讲毋，我是第2代啊。处理要做工课，就讲要做后场的，要比赛，要公演演出，甲阮阿这边叫，因拢讲好，因足支持我。这甚至讲一手夹刀啊，一手就是爱斗骹手。苏炳雄有一个名号，大家拢叫伊潮州红虾，所有上场演出的红虾，拢是伊做的。我讲话含慢。我一定爱做后场，哦，啊无就落去刻红啊安尼。因为刻红啊，阮爸爸嘛无介意，伊就叫我爱做前场，去互阮爸爸讲2遍。兴趣就是刻红啊，啊毋知落去刻，到民国60年左右啦，我就有一潮州红啊的名分走出来。我摕只小鲜甲只小蛋。80多岁，共款耳孔内目睭金，骹手个美了，雕刻红仔就亲像是苏炳雄的天命。这工有够济。做这都无食咧。千里眼顺风耳，啊，这个大头啊，这嘴也未画好，观世音菩萨。目睭嘛未画咧。一条龙式的家族企业，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优点和负责工课。身为第2代大囝的苏俊基，亲像红仔衫道具制作、衫帽啊相关配件，拢是伊的真心作品。啊，你做布袋，你讲要每一个条地的帽啊拢相共的，无可能。这个条地伊需要用着啥帽啊？啊，咱就照迄个条地的帽啊来做，清朝迄个时间拢在无伫的碗公帽啊嘛，做这个。要加这个连这布啊，兼这个线条足麻烦的。咱这种凤冠介复杂啊，这叫9凤冠啊，9只凤啊，就是像这安尼，伊一个壳啊，吼啊，慢慢啊加一块一块这所有的配件，一连一绑，佮加流苏。你看这块，咱就设计讲伊的图样好无共，这块就这块，共一片啊。所以讲，今仔早暗多咧讲爱3、4工就是安尼，太侪地。苏俊基嘛身兼真场人红仔的师傅，若是有演出的任务，就亲像做向心力，或者口罩无分啥人合作配合，目标完美演出。来，规个锁入来，锁入来对。好。位在屏东县新园乡的善良宫，是明星阁第1代团长阿炳三早期经常演出的地方。如今创团超过1甲子，第2代的团长苏俊荣在同一个地点演出同一出戏码《金谷风云传》。一起来看看身具正义使者形象的白凡如何制破恶魔潮。阮阿公创造人物，伊叫做广大金仙别旁。老环过，阮东南派教主，自较早就拢挂一个目镜，口边若讲别旁我今天
将我的目镜刻落来，是300外里落来人，无咋生存，或者刚刚听口碑就足恐怖的。皇帝真心别旁，今天来到此地，推理术骗我梦。宣扬中华文化，提倡民间艺术，地方戏剧报地戏。咱银行局为咱要来上演广大人先别旁地花恶头，谢谢。真场观众看甲无耳目，后台包括主演人红爱师傅、社工极好做法，舞台顶为电视拿英雄含小牌对决，星空海蒋中局，互人看甲真感动。为了我的家族伫要统一保林，但社会君主不恶不良夫啊！我做兵的时候，我有摕迄本《三国演义》三国演义的古册，摕去兵营咧看，无去吸收别人的物件。就听到阮爸讲的讲，哪像古井水鸡安尼啦。我老天台咱这团，迄个全国唯一一个自给自足的布袋戏团，拍落啊个分鼓吹。后场师傅后头阮爸因去练，啊，甲阮这辈，我含阮哥哥学着。主演精神伫咧平常时啊训练有素，直直咧暗上省大真活跳的基调含开口。跟两只手配合，你讲一支尔还是好看，那卡卡举起来去靠看，都有大摆。有天暗地我家行，雷公死啦，我唔惊咯。我今日来去看布袋戏，我来福伯啊啦！恁今日来看到我，都是有福气，有来有福气，我大家拢有福气，大家拢平安赚大钱哦。会跳舞。跳啊！你要行什么步拢会使，学查囡仔行都嘛会使，学老人行都嘛会使。而且佫会，我佫会跳啊哥哥摇卡真花，摇嘞摇嘞。生旦净末丑，咱就是安尼。讲一心两用是一心无用。我若咧做戏的时间，什么人咧搞我咧搞叫，我绝对无听到。我厉害之功，即将坚固咯，花功夫咯。代表阮全班演艺人员向各位42万本的多谢因啊感谢各位观众，祝大家合家平安，生意兴旺，大团圆，大赚钱，谢谢，努力多谢。圆满演出，大家辛苦了，大家辛苦。家们，你是quoi啊？含大口都淡面。今天负责什么工作？配乐。配乐啊。跟团的 DJ。哦。很忙。音乐都靠你嘞。一路行过来，因坚持用传统的掌中机器，为延续在地文化，面烂变色。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咯。世界，你介绍人，别人佫比你较好，一定要介好。人咧讲就讲，活甲老，学甲老，真正是布袋戏。若想要了解苏家班的故事，请看《花絮》新闻杂志会记哩哦。